행계 테스트레 大家好，考量自落在村镇写的这边，第二呢是落在我县当我写的这边。今天我们讲第二课结识。上一堂课我们学习了问候一课。当您学会了怎样跟藏族朋友打招呼的时候，您一定会慢慢结识一些西藏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结识一课，会让您认识更多的西藏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俩就结识一课，给大家教一些比较常用的句型。那么我们经常会说到这样一个句子，让我们认识一下，用藏语怎么说呢？俺错，我县当头，让我们认识一下。俺错，我县当头，让我们认识一下。俺错，我是大多，让我们认识一下。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你肯定要问对方的名字，或对方一定要说出自己的名字。那么肯定要说这样一句话：对不起，您叫什么名字？广播没错，키랑기猜了가르치고있나？对不起，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广播没错。키랑기猜了가르치고있나？对不起，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广播没错。키랑기猜了가르치고있나？对不起，您叫什么名字？广播没错，키랑기猜了가르치고있나？对不起，您叫什么名字？比如说我叫张明的话，应该怎么说呢？年名了，张明4个月。我叫张明，年明了，张明4个月。我叫张明，年明了，张明4个月。我叫张明，年明了，张明4个月。我叫张明。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第年戳过李建国者。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第年戳波李建国者。第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第年戳波李建国者。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第年戳过李建国者。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那么您还想具体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是从北京来的援藏干部，那么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我北京的原为培格列切不营，我是从北京来的援藏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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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还想认识更多的人，比如说他是谁？用藏语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空素人，他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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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我们的领导，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空俺村古记者，他是我们的领导。空俺族古记者，他是我们的领导。空俺族古记者，他是我们的领导。空俺村古记者，他是我们的领导。那么人家肯定会反问您一句：“您是哪里人？”那么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키랑 가네인바， 您是哪里人？ 키랑 가네인바， 您是哪里人？ 키랑 가네인바， 您是哪里人？
키랑 가네인바，您是哪里的？那我要回答的就是我是拉萨人。我拉萨内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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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拉萨人。为了表示感谢或者为了表示高兴，您还可以这样说。키랑탕 오신바라 하자 가부충很高兴认识你。키랑탕 오신바라 하자 가부충很高兴认识您。키랑탕 오신바라 하자 가부충很高兴认识你。前面我们学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式，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学习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我们来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那么我们在某个场合介绍自己的时候，往往要说的是我叫什么什么什么，这在藏语里应该是年名了卡着卡着4个月。因为藏族人是没有姓氏的，所以是直接叫名字的。在这儿，名就是西藏的姓氏。比如，我叫王辉，那藏语应该是这么讲的：年名了王辉4个月。年名了王辉4个月，我叫王辉。年名了王辉4个月，我叫王辉。比如我叫次人呢，年名了次人4个月，我叫次人。年名了次人4个月，我叫次人。比如我叫罗布，年名了罗布4个月，我叫罗布。年名了罗布4个月，我叫罗布。比如我叫卓嘎，年名了卓嘎4个月，我叫卓嘎。年名了卓嘎4个月，我叫卓嘎。第二种句式，比如我们交往当中，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比如说我的丈夫你켜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丈夫。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켜가시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켜가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丈夫。比如说我的父亲你巴拉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父亲。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巴拉시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巴拉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父亲。比如说我的母亲你阿玛拉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母亲。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阿玛拉시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阿玛拉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母亲。比如说我的同学你럽죠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럽죠시你괜찮도록我追求需求空你럽죠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比如说我的朋友你초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
你키랑초로我最需求，空你你愁不是？你开朗错了，我最急需求，空你你也找不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比如说，我的新同事，你列着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同事。你키랑초로我最需求，空你你列着啥不是？你开朗错了，我最急需求，空你你也列着啥不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同事。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很高兴什么什么什么，在藏语里应该是하장 가보죠。比如说见到你，키랑 제와라。很高兴见到您，키랑 제와라 하장 가보죠。很高兴见到你，키랑 제와라 하장 가보죠。比如说和您认识，키랑 타我信바라。很高兴和您认识，키랑 타我信바라 하장 가보죠。很高兴和您认识，키랑 타我信바라 하장 가보죠。比如说和您交谈，키랑 타 링물 제규총 와라。很高兴和您交谈，키랑 타 링물 제규총 와라 하장 가보죠。키랑 타 링물 제규총 와라 하장 가보죠。很高兴能和你交谈。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那么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3种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这是的。俺做中间委员连岗执照部呢，可俺做部长王大志来学的，可俺做中营处理的来的，俺们啦多事。人家可是问的，可我做中央委员连岗给中央领导来的，哦，人家是个。키랑 참 가르치고 있나? 나中央委员连给来这边，俺们呢是那都是的。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新的生词，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新的词汇进行重点学习。你不，第二。你不，第二。我姓当，结实。我姓当，结实。俺错，我们。俺错，我们。我姓，认识。我姓，认识。我姓东，认识。我姓东，认识。广播马聪，对不起。广播马聪，对不起。名字。名字。张明。张明。匡，这位，他。匡，这位，他。戳不，朋友。戳不，朋友。北京，北京。北京，北京。永，来。永，来。별교로，园藏。별교로，园藏。联系吧，干部。
列切吧，干部。苏，谁？苏，谁？骨气，领导。骨气，领导。拉萨，拉萨。拉萨，拉萨。嘎布，高兴。嘎布，高兴。死日，叫做。死日，叫做。刺令，刺人。刺令，刺人。诺布，诺布。诺布，诺布。这嘎儿，这嘎。这嘎儿，这嘎。这个，丈夫。这个，丈夫。巴拉，父亲。巴拉，父亲。阿姆拉，母亲。阿姆拉，母亲。罗绰，同学。罗绰，同学。我这期介绍。我这期介绍。我这书介绍。我这书介绍。联络，同事。联络，同事。爸妈，父母。爸妈，父母。局长，局长。局长，局长。两母亲交谈。两母亲交谈。崇密委员联康居委会。崇密委员联康居委会。创吉儿委员联康市委。创吉儿委员联康市委。气炸部宣传部。气炸部宣传部。部长，部长。部长，部长。王大治，王大治。王大治，王大治。宠义，秘书。宠义，秘书。此人得吉，此人得吉。此人得吉，此人得吉。多吉，多吉。多吉，多吉。各宿学欢迎。各宿学欢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密码儿，明码。密码儿，明码。书店家，请坐。书店家，请坐。休堂，坐吧。休堂，坐吧。猜，名字。猜，名字。列翘娃，干事。列翘娃，干事。索南多吉，索朗多吉。索南多吉，索朗多吉。落着，学校。落着，学校。连给大家诸位。连给大家诸位。萨尔巴，新来的。萨尔巴，新来的。智力，数学。智力，数学。给了，老师。给了，老师。给教师。给教师。人你，自己。人你，自己。准吗？卓玛。准吗？卓玛。西个子，日格子。西个子，日喀则。前面我们学习了结识这篇课文的重要句式、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
希望通过学习这篇课文，你们能在西藏地区认识更多的朋友。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节目结束，再见。